我同劉小康嘅認識以至到一齊合作咧，都係喺一啲嘅教育嘅項目，同埋喺推動設計中心個成長裏邊。咁所以我會覺得咧係社會嘅心咧係決定設計嘅。設計唔係淨係一啲嘅錦上添花嘅嘢，設計係改善人嘅生活，設計係會令到個社會係更加好嘅。我睇到 Freeman 嘅設計咧，係從佢一啲嘅以前嘅產品設計到而家同佢喺學校嘅合作咧，好多時睇到佢嘅同理心，佢係能夠係將自己去擺咗喺人哋嘅角度去思考。咁呢種就係設計思維嘅精髓啦，就係真係從人個角度去出發，而唔係話係從一啲好功能性嘅出發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係真係對社會嘅心咧係決定設計。咁我就覺得喺不同時代，我哋每一個人去參與社會，去除咗喺自己嘅專業以外，去幫社會做一啲事。咁可能喺呢啲事件裏邊係更加決定一個人，咁同埋呢個人咧對社會嘅貢獻。咁所以我會覺得咧係劉小康決定劉小康嘅。劉小康除咗係一個好出色嘅設計師之外咧，佢過去呢10幾年嚟咧，佢真係參與咗好多嘅 project 咧，係真係推動香港成個設計界嘅發展，以至到係令到國際社會咧係好注視咧香港設計界嘅一啲嘅成就。咁呢個包括係推動到成個香港設計中心嘅成立，而佢亦都係非常關心教育。佢對香港嘅心啦，佢對香港社會嘅關懷，對香港設計界發展嘅關懷，咁所以應該係劉小康決定劉小康。我同佢合作最多最緊密嘅咧，就係喺成個兆基創意書院嘅由籌備期去到發展期。咁佢一直以嚟都係我哋核心嘅成員，亦都係非常之支持呢個嘅創意教育嘅項目。當中有好多嘅諗法咧，其實因為佢自己係一個設計師咧，所以佢係有即係好多獨特嘅理解。咁以至到咧，佢都好開心咧，係同年青人傾偈嘅。譬如我見到佢嘅時候，佢成日都會記得同我講，其實啲同學都幾好喎。我能唔能夠係揾多啲時間嚟同佢哋去做工作坊咧？咁嗱，呢個就真係咧係非常劉小康嘅，因為佢無時無刻都會記得咧，佢除咗係一個好忙嘅設計師，即係喺大陸呢度去嗰度去呢度跑之外咧，佢反而都會想抽翻啲時間問我幾時我可以嚟咧，同啲同學去傾下偈，傾多啲偈，去幫手啟發啲同學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劉小康係最劉小康嘅地方啦。佢發展到某一個位置咧，佢亦都會覺得佢要帶動成個設計業界嘅發展。佢有呢個心咧，係關懷咧，係年青一代嘅設計師，係想揾方法係栽培佢哋，令到佢哋或者去海外交流啊，將一啲嘅設計大師帶翻嚟香港啊。咁我覺得佢喺呢度係真係做咗好多嘅工作。年青人嚟講咧，我諗都要去諗下自己一方面自己要喺自己嘅設計專業努力，但係另外一方面，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喺呢個社會度居住，我哋會唔會都抽部分時間咧，係喺社會上邊去幫忙做翻一啲好有意義嘅事？咁我諗劉小康喺呢度咧係一個好嘅 role model 嚟嘅。